香港、廣州、深圳3個一線城市點解去埋堆呢？但係京津同埋滬杭就唔可以呢？你哋有冇諗過呢個問題？全世界嘅大城市都係王不見王嘅，一個一線城市周圍300-400公里都好難再有一個一線城市。就算係日本咁細嘅國家，東京同埋大阪中間都隔咗400幾公里，但係粵港澳大灣區就係咁神奇，短短嘅100公里呢，就有3個一線城市：香港、廣州同埋深圳。呢個喺全世界嚟講都係獨一無二嘅情況。其中根本原因就係因為我哋特殊嘅國情。首先，香港係金融中心嘅地位無可取代，佢對於資金嘅虹吸能力喺國際上嚟講都係數一數二嘅。你冇話廣州同深圳冇呢個能力，你就算係將北京同埋上海擺喺大灣區呢，佢哋都吸唔喐。相反，如果係徹底咁放開，往來唔再需要通行證嘅話呢，咁香港嘅吸金能力將會係而家嘅10倍都唔止。嗱，廣州、深圳呢兩個城市呢，經常會俾人攞出嚟比較嘅。廣州係老牌嘅一線城市，深圳呢10幾年高速發展 ，GDP 早就超過廣州啦。但係而且深圳仲有騰訊、華為、大疆、比亞迪呢啲高薪嘅科技企業，創新係深圳最大嘅優勢。但係廣州嘅醫療同埋教育呢，就吊打深圳，深圳嘅醫療同埋教育甚至比一大批嘅2線城市秒殺。比教育，深圳嘅985數量比唔過南京、武漢；比醫療呢，深圳嘅醫療比唔過成都、長沙。有好多深圳人病咗都係去廣州先至醫好嘅。所以點解廣深港呢3個城市可以並存呢？因為佢哋就好似一台互相配合嘅吸金機器，各自負責唔同嘅功能，結合起身運作。佢哋唔似北京、上海好似咁樣玩大魚食細魚嘅，結果就係呢個區域內你係王者，但係資源呢過度咁集中，成個發展協調性呢就一定會變差。真正嘅區域強大，從來都唔係話某座城市嘅一枝獨秀，而係多元化嘅主體喺差異中揾協同，喺競爭中謀共生嘅滿園春色。當呢一種共生思維衍生到更加多嘅城市群，中國嘅城市發展必將跳出呢個零和博弈嘅局限，生長出更具市場韌性、更大前途嘅未來。